林地屏东嘉东为你带来最新嘅连线报道，爸爸台水对嘉东嘅用池5年，还有5村嘅风貌都造成嚟动态嘅伤害。下啲国家嘅提手下，在期未展开重建，让政府基本出投稿嚟年数60歲嘅行銷，少計嘉東冇土空前嘅農鐵產品，沙期提升美食。工艺还有地方文化嘅从事产品，为提升嘉东嘅民众重建自家家人老产业。昨年嘅飲定結構算蠻唔妙，尤其50年後5個經驗嘅老阿伯，唔是30秒嘅時間，就算出通嘅地度有170米嘅5個。透過神奇嘅算5個遊戲，幫民眾見識到用專業沒有太好門。用帆布棚臨時貼嘅60地度，表現動到屏東農產品同創意產品。嘉東嘅沙琪媽媽也將親手做嘅跳油包袱嘅拿出來賣，總重建經費，也幫大家看到嘉島風在古橋重新起起來嘅生命力。嘉東做嘅跳油，就是為了紀念這次88水災1週年紀念的紀念醬油，還有醬油膏、辣椒醬，還有那個跳絲。跳油就係用手工做的木架？對，沒有，都是木架防腐劑嘅，都全部都用手工做嘅，就是我們這些媽媽們啊，大家一起做的。然後做的就是要重建我們這邊災區的人的那個。大家，對。屏東嘉東88風災1週年感恩發通，未串聯起其他鄉鎮嘅資源，我叫下推廣摩托有機農業，行加休閒觀光產業。希望講一個有機農業呢，可以對嘉東嘅地區嘅農民呢，有一種鼓勵，我哋要專作嘅時候可以向有機農業來做。因為我哋為了更加農村啊，攏過沒落的嘛，我哋想講對一些安尼農產品沒落可以安尼對安尼我哋農村更有幫助的產業推廣出去，對我哋也到農民啊也到要更有幫助。88風災過後，喺危機未起轉機，嘉東鄉重建的路一步一步完成。未來計劃愛好好運用豐富嘅農村資源，含加生態歷史文化，幫自家嘅觀光產業再過升級，帶來更加大嘅產出。下個新聞分配上徐飛玲，屏東報道。